撒母耳记上的一个精华，好，这个重点，好，撒母耳记上第15章，我要来邀请大家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撒母耳记上第15章第17节，17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膏你做以色列的王。”18节。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19，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23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我们再次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晚能够聚集，我们在这里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也求神你能带领我们每一位都能够进入你的话，进入你的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大家。
所以我们看见顺服的功课呢，在撒母耳的身上好非常的重要。所以obedience to God brings blessings。好，我们念一次 ，obedience to God brings blessings。当我们能够向神顺服，就会带来蒙福，而且这蒙福是复数。好，上帝让我们能够在各方各面都能够蒙福啊。但是呢，今天好，我们要从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可以说是圣经当中一个相当可惜。那因为他没有学到听话的功课、顺服的功课。这个人就是扫罗王啊，扫罗王。我们说一次，扫罗王。啊，这句话我们都有听过，人非圣贤，然后呢，孰能无过？好，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完美 perfect， 没有一个人永远不会犯错，不会说错话，不会做错事，不会走错路，不会吃错东西。不会犯错，每个人都有可能会犯错，但是你知道这句话后面说什么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后面那一句话怎么接？知错，知错怎样？善莫大焉。好的，原文是这样子：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好，这是在春秋的左传所写的话。来，我们念一次。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我们不要把前面这个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直永远放在我们的口边啊！我犯错了，我不是圣人，我本来犯错，天生就该犯错。不，真正的圣人呢是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最美的就没有比这个更美的，就是更美善的，就是一个人知道他的过错，而他能够知道改变。所以今天牧师从撒母耳记，我们今天虽然只有读到第6章啊，但是呢，我要带领大家看到后面，从第10章一直到15章，快速的让大家对这个撒母耳记能够有个印象，你也能够在接下来的读经的生活当中，能够更加听到上帝更多要对你所说的话。撒母耳呢，他因为年纪老了，而他2个儿子呢也没有很乖很听话。甚至他2个儿子爱钱比更爱上帝，虽然他2个儿子都担任士师啊。以利也有2个儿子，这2个儿子很糟糕，上礼拜有讲。可是撒母耳年纪大了，所以百姓都知道撒母耳的儿子呢不成气候，没有办法来接他父亲撒母耳这个重要士师的职位。所以他们就跟撒母耳吵着说：“请你给我们立一个王，像其他的国家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个王来带领我们。”但是撒母耳对他们说：“上帝做你们的王还不好吗？上帝能够带领供应你们一切。”他说：“不要，我们要你帮我们选一个人出来做我们的王。”所以撒母耳很痛苦，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就跟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所以你就按照他们，但是你要警告他们。”如果他们要一个王，来成为他们的君王，带领他们，这个王一定会跟他们抽税，这个王一定会从他们身上压榨他们，他们必须要得接受这样的压榨，所以约法3章，而这些百姓呢仍然要求，所以当撒母耳领受这样的启示呢，他就去膏了扫罗做王。这件事情很特别，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10章。当撒母耳去他领受上帝的话，上帝所给他的意象之后，他遇见了扫罗，而扫罗呢，上帝就知道这是他所要膏的人，所以他就直接先膏油在他的头上，然后对他说预言，说上帝呢要与你同在，而且呢，上帝要在你的身上来彰显作为。所以那一天呢，扫罗遇见撒母耳，莫名其妙的被膏之后呢，那一天他就跟着一群的先知，一群先知他们的队伍。那天圣灵就充满在扫罗的身上，扫罗就跟这一群的先知呢边走边发预言，所以有人认为扫罗他也成为先知当中的一位。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在扫罗当中他不晓得该怎么办，以至于后来撒母耳把大家都聚集来，每一个支派的族长的领袖 leader， 然后用抽签的方式，12个支派最后呢抽出了便雅悯支派，再从便雅悯支派当中呢来抽出这些家族，后来抽出了扫罗的父亲的家族就是扫罗的父亲的家族，所以是便雅悯支派，然后收到了马特利族，然后马特利族呢又抽到了
这个家族当中呢，好抽到了一个人，好就抽中的是扫罗，就跟前几天撒母耳膏他的意思是一样。所以你看这个几率有多大呢？好，你要从几百万人当中抽出扫罗，除非是做票，好，否则这真的是神迹啊！好，在这么多的人当中，先抽支派，再抽家族，再从家族当中只能抽出一个人，那个人名字叫做什么罗？扫罗。所以当下呢，哇，应该是一个很兴奋、很振奋的时候。而扫罗他也应该要预备心，上帝已经在几天前透过撒母耳膏在我的头上。可是呢，当他被抽出来之后，我们来看，所以当大家抽签之后，抽到便雅悯支派，便叫了便雅悯支派暗中族进前来，抽到了马特利族，又抽到了基士的儿子扫罗，真的是万万中选一。可是抽完之后，结果呢？众人寻他却找不到，所以撒母耳只好回去又祷告问上帝，那个人到底有没有来这里？上帝怎么说呢？看啊，他在干嘛？藏在物品堆中啊！扫罗其实他有在现场，可是呢，他太开心还是太害怕？你有没有中过乐透？没有啦。好，当你中了乐透的头奖，好，大乐透的头奖。你会先高兴的出来领奖，还是躲起来？可能很多人会躲起来。可是呢，扫罗他呢也是躲起来，不晓得他是开心还是害怕。好，那我们继续从后面23节继续来读到24节。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他出来，他站在百姓中间，比众百姓高出一个头。撒母耳对众百姓说：你们看到了耶和华所拣选的人吗？众百姓中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众百姓就欢呼说：愿王万岁！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很讽刺。好，如果站在比百姓高一个头，好，如果我这样高一个头，大概这样，所以你要看他的时候呢，大概这么高。好，所以这个扫罗呢长得很高大。可是他却是躲藏起来，因为他太大了，没有地方可以躲，所以他躲在货物、躲在物品的当中。后来是上帝看到他，上帝启示说他在那堆东西的里面，才把他揪出来、拉出来。揪出来、拉出来之后，哦，就是你哦，人高马大，太好了！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你就成为我们的王吧！愿王万岁！这时候扫罗呢，他应该要有一个预备。不过我们继续再往后看11章呢，扫罗显然呢，他当天被百姓宣称为王之后，大家就解散回家，因为他也不知道做王要做什么。所以如果继续再往后读1章，会发现呢，有一群亚门人来攻打，来侵犯以色列人，以至于呢，这些以色列人受不了，他们就去跟他求情。可是这个亚门的军队说：你们要求情可以，把你们的一只右眼全部都挖出来，我就让你们有机会谈条件。每一个人都把右眼挖出来。这些人他们不敢不顺服，但是说让我们回去商量。结果呢，那一天就是11章第5节，我们来读：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就是有人要来打他们，而且不能投降，你要投降还要先挖出你们的右眼哦。好，但是你可以看到扫罗这时候在做什么？赶牛，赶牛，这个赶牛呢，在圣经的当中呢，说也有人说他是很多的牛，意思说扫罗呢，其实他是一个家境不错的人。可是呢，他明明在上一章已经被人家说愿王万岁，可是这个王还在赶牛，他还是在拉田耕田。牛是拿来做什么？耕田的，是要来耕田、耕种大麦啊，种小麦。所以可见呢，扫罗他也没有预备好自己要来当王啊。所以即便他成为一个受膏者，他没有去学习，继续做他家里的事情。其实他遇见撒母耳，也是因为他爸爸的一头牛不见了，所以他出来寻找，然后结果遇见了撒母耳。第3，我们又看见扫罗，他的失败呢，在于他遗忘还有不遵守和撒母耳的约定。其实第10章，当撒母耳那一天告诉他，上帝要与你同在，要赐给你一个新的心，上帝的灵要在你身上作为。
而且撒母耳还交代，你要先到吉甲，到一个地方去等我，并且呢，我要到那个地方吉甲跟你约好，在那边我要为你献祭，在那边我要为你来把礼物献给上帝，而且你要等候7天，等我到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要该怎么做，该怎么做。结果呢，后来扫罗到了去那边，果然等到了，到了第7天的时间，扫罗去到那边，但是去到那边的时候呢，偏偏又是非利士人出来要打以色列人的时候，所以扫罗呢，他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担心啊。所以我们来看13章，扫罗就按照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天。这7天当中呢，非利士人开始来侵犯以色列人，因为其实前面扫罗已经开始带领百姓打战，而且打赢。第一次打战呢，他就出动了33万人，33万人，所以扫罗第一场战役呢，非常的成功。但是你可以再去看，但是呢，这7天的当中呢，撒母耳还没有来，所以有一些人就离开扫罗去了。因为呢，他们想说完蛋了，我们要赶快回家，军队要来了，敌军要来了，我们要赶快去逃命。可是扫罗他就说，把燔祭、平安祭带来我这里。扫罗就献上燔祭，他是便雅悯人，只有利未人的后代，只有亚伦的后代祭司才能够来献祭。结果他自己就去献燔祭，自己就去取代了祭司。可是很讽刺的是，第10节，扫罗刚刚完成燔祭，看撒母耳就来了，感觉好像撒母耳在旁边偷偷躲起来，等待看他到底会不会坚持到最后一样。他才刚献完燔祭，还有一个平安祭还没有献，可是撒母耳就出现了。撒母耳就说：“扫罗，你做了什么事？”扫罗马上编了一个借口，因为我看见百姓离我而散去。你又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已经在密抹集合，现在非常的着急，所以我说现在非利士人已经下到吉甲要来攻击我，可是我还没有向耶和华祷告，所以我就勉强的来献上燔祭。扫罗的理由有没有道理？听起来很有道理啊，因为7天我也等了。而且呢，人都散了，然后呢，现在敌人又在旁边等待，所以再不赶快献祭的话呢，等一下我们通通会死在这里。可是呢，我们一起来读13到14节啊。扫罗对撒母耳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吩咐你的命令，不然耶和华会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国度，直到永远。现在你的国度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王，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你的。”这个时间只有他做王的第2年，他才做王第2年，上帝就已经把丑话讲给他听了。可是如果我们读完士师记就知道，他最后还是做了40年的王啊。所以接下来有38年。上帝都把一个枷锁放在扫罗王的身上，就是你做了糊涂事。前面有讲到几件事情，就是上帝已经让撒母耳膏他，结果他躲起来，他明明比人家高一个头，可是他躲在货物当中，不让人家看见。第2件糊涂事情，就是他成为一个王，可是他继续在赶牛去耕种。第3个糊涂事情，就是他没有尊重界限，他应该要等候，他没有等候，他等不及，结果呢，自己冒犯了祭司的工作，他才刚做，这个撒母耳就出现，而这时候撒母耳就给他警告，告诉他一个悲剧。其实他最后才做王第2年呢，才第2年，那时候扫罗才30岁，才30岁。可是接下来的30几年，将近40年时间呢，可以说是扫罗人生当中很多很多的痛苦。第4件事情呢，就是他非常草率的发誓，引起他的儿子约拿单，还有跟他的以色列百姓当中的冲突。这个故事呢，有点复杂，我简单的说，就是在撒母耳记的14章。这时候呢，约拿单他又去跟他的儿子非常的勇敢，他有3个儿子3个女儿。约拿单呢就带着百姓去攻打非利士，
而且他是用突袭的方式，好爬城墙的方式呢，爬进敌人的阵营，好，然后让敌人杀个措手不及，所以取得一个很大的胜利啊。可是呢，那天的胜利还没有完成，扫罗就下一道命令说：好，如果今天谁没有把这个敌人杀完以前，谁若吃了任何的东西，愿耶和华重重的惩罚那个人。意思就是说，今天没有拿到最后的胜利，大家都不能吃东西。扫罗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可能是他的感动，或是上帝给他的感动，但是他要大家一鼓作气，今天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完。今天这个工作任务没有完成，不能吃宵夜，不能吃东西。好，所以大家已经杀了一整天了，或是前面已经杀了好几天了。可是呢，因为扫罗这样子传达命令下去，没有一个人不敢遵从。可是呢，却有一个人吃了东西，那个人是谁？他的儿子什么单？约拿单。约拿单好吃了东西，这下糟糕了。好，所以这个消息呢，虽然他们打赢了，可是这消息传到扫罗的耳中，扫罗就问谁吃了东西，没有人回答。扫罗就说：来，我们现在来抽签。抽，好，我跟我家的人一边，你们站一边。结果抽到谁呢？抽到我扫罗跟他家的人。扫罗又继续说：那我们再抽签，看是我还是我的儿子约拿单。抽中的是谁？约拿单。哇，所以那个抽签很厉害。好，这个扫罗一生呢当中，他被抽几百万人当中被抽出来，成为以色列的王。现在整个军队当中出去杀敌几十万人当中，用抽签的也抽中他的儿子约拿单啊！所以有时候以后你们要选长子，我们直接用抽签的，好，看看这样会不会比较快？好，这样我们计票就可以不用计票了。好，或是我们要选夏令营下一届的营长，好，来用抽签的方式。但是这个有前提了。可是呢，扫罗就非常的 shock， 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约拿单说：我只是用手中的杖，以杖头沾了一点点的蜜来尝尝，看啊，我就要死吗？我只不过吃了一点点的蜜，我今天就应当得死吗？如果是你，该不该死？你觉得你的儿子该不该死？很多可能觉得怎么可以让他死？可是扫罗还是很坚持，约拿单，你一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惩罚我。所以，如果你在读到这边，你会发现扫罗他说话，常常说了一些的话，是非常的重的话。这个重的话呢，以至于他一言既出，然后呢，驷马难追啊！这个话真的收不回来。他如果不要说这样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可是他已经说出来了，而且他又是一个国家的君王。可是这时候呢，不仅他的儿子起来，好要抗议，连百姓都抗议了。好，我们来读45节，请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中大行拯救，岂可死呢？绝对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就约拿单免了死亡。哇，这下扫罗的话被谁压过去了？被百姓压过去了。所以谁是老大？扫罗虽然是老大，可是百姓如果大家集合起来的话呢，百姓的民意还是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我们这个接下来这礼拜有投票，下个礼拜6有选举。这个选举最后决定是谁的决定？是百姓的决定。这百姓决定这些立委到底要罢免还是不要罢免，其实是在考验百姓。所以这是百姓你可以做决定的机会。这百姓到底有几百？有这么多的人，可这么多的人呢，所是大家共同的决定，所以就要共同的来承担。如果通过了，好，那就是大家共同来承担通过之后的所要发生的事情；没有通过，也是大家要共同来承担没有通过之后所要发生的事情。可不可以去怪别人？
没有办法去怪别人，因为这都是我们自己要去承担的，要去想清楚，要去看清楚。而且当你有这个投票权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去投票？虽然我知道下礼拜六有些人在短宣呢，可能去到高雄没有办法投票，但是呢，你也要承担，也要承担。但是呢，你在这边看见扫罗，他草率的誓言。明明可以不用讲这些话，他却讲出来。他好像是要提升士气，或是要一鼓作气，结果害惨了，害到自己的儿子，连他的儿子被抽出来，他的儿子都跟他爸爸求情：“我只不过吃一点的蜜，我今天就得死吗？”他爸爸说：“你就得死。”可是呢，居然有人把扫罗的意见，把他的声音压过去，就是这群的百姓。所以从这个让扫罗非常的无助哦，好，所以46节，扫罗就回去，他就不去追赶非利士人。本来他可以乘胜追击，他自己的计划目标，我就这一天要好好的来消灭非利士人。可是那一天呢，因为他儿子的事件，还有百姓起来呢，联合起来，所以让扫罗的面子呢，真的是挂不住。第5个呢，这是第4件事情。第5个，扫罗犯的最严重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第15章，他不分对错，贪爱上主所厌恶的违禁品啊。有一些事情是上帝他禁止的，而上帝呢，让扫罗一生常常打仗，而且打仗呢赢比输还多，因为他是一个上帝所拣选的。虽然他第2年才做王的第2年，上帝就告诉撒母耳说，上帝要另外兴起一个领袖，是合上帝心意的。可是上帝还是让扫罗有30几年的机会。可是这一场的战役呢，是跟亚玛力人的战役啊。亚玛力人是从摩西的时代到撒母耳的时代，300-400年来一直是他们的仇敌。而且呢，这亚玛力人呢，是很不容易来打。这场战役当中呢，扫罗也召集了21万人，带了21万的大军要去打亚玛力人，其实是很容易的，是易如反掌。可是呢，这里有一件事情，就是扫罗打了亚玛力人，但是上帝的诫命是，上帝是告诉撒母耳是告诉扫罗说，你要去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要将男女孩童、吃奶以及牛羊、骆驼、驴子全都杀死，全部都要斩草除根，只要跟亚玛力人有关的，全部都不能杀。可是扫罗怎么做呢？我们来读第7节，请。扫罗攻打亚玛力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东边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力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力的众百姓。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爱惜上好的牛犊、羔羊以及一切美物，不肯灭绝。但是凡看不上和跟没有价值的，他们尽都杀了。本来撒母耳的交代是全部看到的，男男女女，从王到最小的都要杀。可是呢，他们却没有杀亚甲，亚甲是亚玛力的王，他们却怜惜他，而且把那些上好的牛羊、牛犊、羔羊、小牛、小羊，通通都留下来。可是看不上眼的才杀了。所以这样是有听话还是没有听话？没有听话。这一件事情呢，我们刚才经文已经读过了，所以上帝呢就为这件事情说，我为扫罗呢感到非常的遗憾，因为他转去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啊。所以撒母耳还不知道发生事情，可是上帝已经告诉撒母耳，撒母耳听了很生气，就去见扫罗。说你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他说哦没有，我把这些留下来是要让你带回去，你可以回去把这些牛跟羊、小牛跟小羊可以当作礼物来献给上帝，我是特别为你留下来的。可是呢，撒母耳却说，耶和华喜爱燔祭和祭物，岂如喜爱人听从他的话呢？如果要献这些东西，上帝更爱的是你能够听他的话。你以为你为上帝献上这些最好的牛、最好的羊，上帝会很高兴？没有，
上帝会因为你没有听他的话，即便你献的再多，献的再好，他都不高兴。可是当你听了他的话，当你按照他的话而去做，你比献这些的最好的牛、最好的羊，还让神得到喜悦啊！所以他才说：看哪，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肪。好，请跟牧师说一次：听命胜于献祭。听命顺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肪，顺从胜于公羊的脂肪。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在学习读圣经、学习听讲道、学习听上帝的话，其实上帝要我们的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听？听完是不是能够懂？懂了之后，是不是能够愿意去做？好。obedience 好，就是 obey 就是要顺服，就是你是不是能够从心里面去顺服上帝的话，还是当你听见上帝的话，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不顺服，心里面已经打定一个主意，哎呀，这些东西我可以想办法怎么样把它留在自己的口袋当中，这些东西我可以怎么样想办法自己占为己有，或是上帝说要往东，那我就往东再偏北一点。好，我可以跟上帝说：哦，我有往东哦。可是其实我是往东再偏北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那个不顺服，就成为我们那个在上帝让神觉得遗憾，甚至让神觉得生气的地方。所以扫罗，他真的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呢，被上帝重重的惩罚。可是扫罗听，所以撒母耳后面这句话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跟占卜的罪相等。所以现在扫罗，你在上帝的眼中是一个悖逆的王啊，而悖逆呢，就跟这些拜偶像的、占卜的、算命的人是一样。所以扫罗，你现在在上帝的眼中变成一个不是君王，而是一个拜偶像的人，玩梗跟拜偶像的罪相同。你在上帝眼中是一个玩梗的人，因为上帝已经说了再说了，给你机会再给你机会，因为你撒母耳说，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上帝一看到你坐在这个位置上面，上帝就很生气。扫罗一听，他反应很快，他马上说：我有罪，好，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让我跟我一起可以回去，我可以回去敬拜耶和华。可是撒母耳不给他机会，说我不跟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所以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撒母耳转身就要离开，扫罗呢去扒着撒母耳，好抓住他的衣角，可是那个力量很大，好把撒母耳的衣角扯断了，外袍就断裂了。撒母耳看到衣袍断了呢，还对他说一句：今天耶和华使以色列跟你好像这衣服一样断绝。你跟这个国家要开始断绝。以色列大能者必不说谎，也不后悔，因为他不是世人，绝不后悔。哇！扫罗一听，更害怕。其实他一开始想要那些的牛，那些的羊，这时候在他心中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价值，因为他听到上帝要跟他断绝关系。他本来想要留那些亚玛力人、亚甲王，好留下他的金银财宝。因为他知道亚甲王一定有一些埃及耶，他在埃及，他一定有一些金银财宝，哇，一定有一些古墓的宝藏，所以他想要去得到一份。可是呢，上帝说：现在你跟我断绝，所以撒母耳最后只能苦苦哀求：我有罪了，我有罪了，请你跟我回去。有没有效？好，如果我们读到那一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效。撒母耳还真的跟扫罗回去，好，所以其实扫罗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可是最后扫罗的机会呢，在哪里呢？就是当大卫开始兴起的时候呢，扫罗呢越来越不平安了，越来越不平安。所以从第15章到第16章，大卫呢在这当中也被撒母耳去高作为王，高为王。好，那这个故事呢，好，我们下一次再来分享。但是呢，扫罗开始心里面恐惧放大到一个程度，好，就是他说呢，有上主来的邪灵，好，在扫罗的身上所以这是15章，好，
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感到遗憾，因为他转离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听了很生气。撒母耳一直到死的日子呢，都没有再去见扫罗。但是撒母耳为扫罗悲伤啊，所以撒母耳呢，让扫罗让撒母耳真的是非常的心痛，因为耶和华遗憾后悔，立扫罗做以色列的王。16章14节，我们来读：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邪灵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所以扫罗还记得吗？一开始第10章的时候，扫罗他是被告之前呢，撒母耳就预先告诉他说，有上帝的灵要来充满你，你会跟一群先知一起走，一起说预言，而上帝要给你一个新的心。可是那个新的心呢，扫罗一直没有好好的运用。好，其实我们今天来看就知道，那个是圣灵在扫罗身上的动工。有圣灵在扫罗身上，好让他是一个原来很胆小、很害怕的人。虽然长得比人家高大，可是呢，上帝却拣选他。他有第1次的机会、第2次的机会，一直到现在第6次的机会，他都没有来好好把握。所以扫罗一生，我们可以学习3件事情。好，第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害怕时做决定，除了受伤，你什么都看不见。扫罗呢，他的一生活在恐惧当中，从他年纪轻轻，好，就是要出来找他爸爸迷失的羊，好，到他遇见的撒母耳，到他撒母耳膏他做王，他做很多的事情都很害怕。但是这个害怕呢，有时候让扫罗突然有很大的勇气，可是这种勇气呢，最终还是出于害怕。所以，亲爱的弟兄和姐妹，好，牧师要告诉你，如果你的人生当中有恐惧、害怕，你要知道，这不是从上帝来的。好，跟你旁边说，恐惧害怕不是从神而来的，恐惧害怕不是从神而来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在爱里没有惧怕。好，对自己说一次，在爱里没有惧怕。如果你知道你会害怕，你就知道你在上帝的爱，你还需要更多住在上帝的爱当中，因为在神的爱当中没有惧怕。当扫罗开始惧怕的时候，他所做的决定都会扭曲。第2个，愤怒时做决定，你会不在乎怎么样，自己伤害了谁？他对他的儿子，他不知道他自己下的这个命令，谁在今天打胜战以前吃任何东西，愿神重重的惩罚他，那个人必定要死。后面撒母耳记的20章又再一次的发生。扫罗王因为害怕而产生很多的愤怒。一个生气的人，一个常常暴怒的人，其实都跟恐惧有关。好，请跟旁边说，生气跟恐惧有关。生气跟恐惧有关。一个人常常会发脾气，常常会火大。你不要以为说他是天不怕地不怕，其实他心里面有一种他没有办法克服。但是反过来，一个柔和的人，不会生气的人，其实他才是真正的勇者。柔和的人、温柔的人才是真正的勇者。好，再跟旁边说，温柔的人才是真正的勇者。这句话你可以好好的去揣摩，好好的去思想。一个温柔的人，不轻易发怒的人，是因为他心里面对上帝有信心，他心里面对上帝有依靠。所以他不会知道啊，这个事情完蛋了，这个事情糟糕了，天要塌下来了。最后我们看到扫罗，好，第3点，我们一起来读：孤单时做决定，你不会想到这个决定伤害到谁。所以扫罗呢，他就是刚愎自用，最后呢，自己本来是一个自卑的，变成是一个骄傲、自负、自大。他从自卑变成自大这样的过程，特别是当扫罗杀死千，大卫杀死万，好，这件事情，这是我们下礼拜好要分享的信息。当人家听到扫罗杀死千，大卫杀死万，好，这下呢，他气死了。好，虽然那一天大卫解救了以色列，可是那一天呢，扫罗的心中呢，好，充满了害怕，充满了愤怒，充满了孤单。
他身边的人一一的离他而去，最后只剩下谁陪他呢？只剩下邪灵来陪他。当他被邪灵搅扰到不能吃饭、不能够睡觉、不能够正常的安静3分钟的时候呢，结果大卫来这边弹琴。当大卫一弹琴，一开始敬拜、一开始唱歌的时候，那个邪灵才离开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扫罗，他真的错失太多的机会。结论：千错万错，然后呢，千万别再错。你可以人非圣贤，孰人无过？你可以犯错1000次，你可以犯错10000次，但是你不要1000次、10000次都在同样的事情上面犯错。你不要老是在犯同样的错误，不要老是在同样的问题上面纠缠不清。扫罗他的害怕，扫罗他的愤怒，扫罗他的孤单，让他的人生犯下了很多的错。我们再把撒母耳对扫罗说的这句提醒，我们再来读一次。撒母耳说：上主喜欢什么呢？顺从他呢，还是向他献烧化祭和祭物呢？顺从比祭物更好，听命胜过献上最好的羊。背叛他跟行巫术一样坏，傲慢跟拜偶像一样有罪。由于你背弃了上主的命令，他厌弃你，不要你做王。所以扫罗成为我们最好的负面教材。中华民国台湾从第一任的总统到现在已经有好几任的总统，每一任的总统都是一个教材。你可以从每一任总统他的任期当中，他的言行举止，都可以看出，上帝通过这个人成为一位总统，到底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样子的进步，还是带来什么样子的腐败或是退步？但是不是只有看别人，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有没有愿意成为一个领导者？上帝要我们听话，你知道听话要听什么话呢？这是一个约柜啊，约柜大概只有1公尺长，70公分高，70公分宽。但是这约柜里面有3样的法宝，这个右边这个模型已经把它打开啊。你知道最右边那是什么东啊？我们看到右边的那2块黑什么？十诫是摩西的2块的法版石板，他是第一次去到西乃山的时候带下来的。结果呢，下山之后，上帝话才讲完，下山之后亚伦就带着百姓在那边拜金牛啊，已经金牛都打造好了。摩西一看气得要死，把2块法板摔碎之后呢，又说你们完蛋了。他又跑去山上又祷告禁食又40天，第2次又带一样的法板又下来。这次百姓不敢不听话。第二个狠狠的那是什么呢？是发芽的杖，是谁的杖？亚伦。亚伦是谁？摩西的哥哥，只有差3岁。摩西80岁被呼召，他的哥哥几岁？83岁。2个老人，2个加起来163岁，要带200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有够老。可是呢，摩西本来有机会拿这根杖，可是摩西说我拙口笨舌，你找别人。上帝已经第2次跟他讲，他还是拒绝你找别人。所以上帝说好，你有个哥哥，你就叫他要成为你的代言人。所以亚伦那根杖呢，是代表他要替上帝说话。其实领袖是摩西，可是呢，代言人发言的是亚伦。亚伦曾经用这根杖，跟其他的法老的术士的杖，一起来竞赛他把这个杖变成蛇，或是让这个杖摆在百姓的面前一夜。结果那一天呢，你知道那个杖都是从树上砍下来的。砍下来那个木杖呢，它就已经没有生命。可是那个木杖呢，不仅是发芽，甚至还开花，还结果，就在一夜之间。所以那根杖，其实呢，如果要放进去约柜，大概只有100公分，没有很高啊，因为约柜本身就没有很大，所以放进去。第3个，那个圆圆的盘子里面有白白，这什么东西？
是玛纳，是他们在出埃及38年到40年当中，他们每一天都吃这样的东西。可是呢，没有一个人是饿死的，因为那玛纳吃起来会有点甜甜的味道，而且呢，每一天都会早上的时候呢，就会在地上凝结，然后呢，可以带回去吃到晚上。可是不能放隔夜，放隔夜的话，它就会臭掉，那个甜的味道就变臭的味道。可是很特别，到了礼拜五早上去捡的时候会 double， 你可以捡放2天，因为礼拜六是安息日，不能出来吃，不能出来捡，所以呢，可以捡2天，吃到礼拜六，吃到礼拜天的早上再去捡。他们吃的这些东西，然后在旷野38年，所以约柜里面有3样非常重要的宝贝。这宝贝呢，其实打造好约柜的时候，那个 space 那个空间都是空的，一直到摩西亚伦死之后，那个约柜才有放进去这3个东西啊。所以摩西亚伦还活着还在的时候，约柜其实都是空空的。但是呢，约柜空空的，其实就是一直代表是上帝的同在。上帝选这3个东西，其实都是要让他的百姓知道，十诫代表上帝的话。亚伦发的杖也代表上帝的话，还有那个玛纳是代表天上的粮食，也是代表灵粮，代表也是上帝的话要来喂养我们，所以每一个都是代表上帝的话。To obey is better than sacrifice, and to listen than the fat of rams， 就是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肪啊！你有没有对上帝一个 obey， 对上帝有一个愿意 listen 的心呢？当上帝在说话的时候，你是草草率率这个翻过去，还是你真的愿意静下来，愿意安静的来聆听呢？牧师希望大家每个弟兄姐妹，在你开始操练读圣经，或是学习读圣经，不要为了赶进度，或是为了想要达到某样的目标，却没有好好的要去听上帝的话。诗篇第1篇告诉我们说，要昼夜思想，所以上帝的话，你是要从早上听到晚上，而且听你还要能够消化，还要能够思想，反复的思想。这会成为你一生的祝福啊！成为你一生的祝福。当牧师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很喜欢在准备这个毕业讲道因为那时候毕业都要准备一篇讲道，这篇讲道呢就决定能不能毕业那我为了准备这个毕业讲道呢，常常不是在图书馆，通常都是在一个教室当中，然后能够有窗户，就会在那边看圣经，然后一个经文，我会在那边看很久，那会从前面再看到后面，后面再看到前面，目的就是说我希望能够在这段圣经当中，除了你去图书馆借这些的注释书、参考书，听这些的神学家或是解经学者他们所说的之外，你也希望能够自己听到上帝对你所说的话。所以花很多时间，有时候看一看没有感动，看一看觉得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新鲜的。可是呢，当你这样日积月累下来，你会发现每次打开圣经，都会好像是一种被吸引的感觉。你会发现每一次上帝要对你说话的时候，你会觉得每一句话都很特别，而且你会觉得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每一个字好像被放大。以前读圣经很快这个字什么意思不晓得反正我有念过去很快。可是当你开始认真的来聆听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把每个字都放大，甚至就是在你的耳朵旁边对你来说。所以透过今天的信息，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扫罗他失败的经验，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学习接下来大卫他成功的经验。他真的是把上帝的话牢牢的记在心上，哪怕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他不可以伤害神的受膏者。大卫有机会可以杀扫罗，扫罗早就要大卫的命，可是大卫只记得一句话，圣经说不能够伤害神的受膏者，他就是抵死也不要。所以让自己陷在很长的痛苦当中，
可是上帝却说大卫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扫罗有6次的失败，这6次的失败，其实每一次还是有机会，但是扫罗最后失去机会的是他自己的愤怒，是他自己的恐惧，还有他自己的自私和自己的骄傲。如今他不能再怪别人。同样的，牧师也希望大家能够从扫罗的身上得到很好的提醒，不要让恐惧侵占你的人生，也不要让愤怒吞噬你的生命。你不要在愤怒的时候说错，爆口而出，爆出口，或是在愤怒的时候莽撞的决定。还有，当你孤单的时候，你一定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同伴。孤单的时候、落单的时候，不要陷入在这个孤单的当中，因为上帝他会救我们，会帮助我们。而我要邀请大家来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来祷告。路加福音说，一个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会忠心；一个人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会不义。或许在我们当中还有很多还没有满20岁，你可能还没有投票或是罢免资格，但是你的命运已经被人家决定了。可能你是19岁、18岁、17岁，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礼拜或是接下来开始的一些选举罢免，跟我们的国家、跟我们的社会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你搞不清楚，将来所发生的利与弊、得与失，你都没有机会再去发生。或许你没有机会投票，但是当你愿意去明了，当你愿意去明白，你还是可以去发挥你的影响力。就好像大卫，他出去迎战歌利亚的时候，17岁他也没有投票的资格，可是呢，他直接去挑战以色列人最害怕的巨人歌利亚，270公分，他如果站在这边是顶到天花板，3公尺，270公分。他用5颗的石头，只花了第1颗，他就命中要害。所以大卫的一生更值得我们的学习。而你要知道，有上帝给你的智慧，让你可以来分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扫罗的信息，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上帝，你要与我们同在。主啊，这时候我要请你来，再次更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把我们心中的害怕与恐惧挪去。奉主耶稣的名来除去一切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害怕、一切的恐惧、一切的担忧和惧怕。任何不是从神而来的，我们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砍断、来斩断这些让我们害怕的事情。不论所怕的是人，怕的是事情，怕的是物，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的爱当中，在主的爱里面，没有任何的惧怕。第二个，我们要为在我们心里面的愤怒来祷告。神知道你心里面的愤怒，神知道你心里面的不满，但是你知不知道，愤怒的背后其实是躲藏着恐惧。当你的愤怒越大，也代表你的恐惧越大，只是你没有察觉那个恐惧是什么样子的恐惧。求主帮助你能够学习用主的爱胜过恐惧，用主的温柔能够来胜过愤怒，让你能够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不再用愤怒来做决定。求上帝帮助你，让你的愤怒都能够在主里面平息，让你知道在你里面的比那世界的更大。最后也要为孤单的你来祷告。如果你觉得孤单，你觉得没有人聆听你，你觉得没有人懂你，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你要知道这是个谎言，这是魔鬼的欺骗，因为你没有听见神的话。你是神的话说，亲爱的孩子，你是我用重价所赎回的，我看你是为宝贵，你是世上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是唯一，你是独一无二的，
你要知道你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你要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你要知道你所存在的意义、价值和目的是能够来荣耀神，是能够来彰显神的作为的。求上帝来帮助你，让你不再害怕，不再愤怒，不再孤单。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大家站立起来，我们这首诗歌来回应，来敬拜。诸天宣扬复活之主的荣耀，谁能相比？我主圣洁美丽，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诸天宣扬复活之主的荣耀，谁能相比？我主圣洁美丽，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让我们一起来宣扬，诸天宣扬复活之主的荣耀，谁能相比？我主圣洁美丽，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更大声来宣告，诸天宣扬，诸天宣扬复活之主的荣耀，谁能相比？我主圣洁美丽，永远到永远，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让人举手来宣告，诸天宣扬复活之主的荣耀，谁能相比？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我主圣洁美丽，永远
前来，向你屈膝敬拜。让我们安静的来唱，小声来唱，永远，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向你屈膝敬拜。是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帮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求圣灵时时提醒我们，不要行走在罪恶，不要进入到试探，不要陷入到诱惑当中。让我们能够穿戴起全副的军装，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上帝啊，请你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有顺服你话语的能力，让你所说的话，每一句话我们都要看为宝贵，并且我们要乐意的去实行，乐意的去行走在你的话语当中。求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愿诸天都宣扬你的智慧，穹苍来宣扬你的手段，从这页到那页，从这个地极，从这头到世界的地极，都要来宣扬你奇妙的作为。主啊，我们再次向你献上祷告祈求，愿你的话语永远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是一种行动为主事工所用。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更是你给的。献
谢今天透过扫罗的故事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神，在做决定的时候没有惧怕、愤怒，对神有信心。求主使我们能够做一位温柔的人，不轻易发怒，能够时刻警醒，也在我们走偏的时候提醒我们。现在我们献上才能、金钱、时间作为圣工所用，求主悦纳。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那我们仍来站立，我们来赞美神。主是我们的山，在颂的诗歌，我们一起来赞美他，一起拍手来赞美他。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你是我站在我救恩的宝藏，我的心要单单投靠你，我主。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的坚固城，我要付出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大山小山会挪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要付出的感谢，因你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小山会挪移，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天老神，哪是慈爱的神？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阿门。现在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因为你的复活使我们有得胜的生命。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能够听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而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请坐。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好，现在是我们报告的时间。好，我们首先呢，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呢？没有。好，还有欢迎今天很难得来到周六礼拜的圣义，圣义挥挥手，欢迎。好，后面可以帮我切一下。好，上一页。好，那我们跟左右两旁的人说，今天很开心见到你。今天很开心见到你。好，那我们的第一个报告就是呢，社教60周年的奉献目标200万元，在49号的1楼入口处，然后有一个签名墙，大家可以签名认献，一格代表5000块哦。那我看到已经有很多人的名字在上面哦，大家一起加油！好，再来是我们的领袖高峰会，报名还可以再继续报哦，还没有额满。时间是8月9号跟8月16号，礼拜六的早上9点到5点，那是有供午餐的，报名费是一个人1700，那你可以邀请你认识的朋友或同事一起报名。那再来就是感谢花莲的瑞穗的迦南教会赠送给我们教会他们的手工咖啡豆。那如果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在主日礼拜的11点40到12点40。1个小时这个时间呢，可以在1楼吧台处，然后会有人帮你们泡咖啡，一个人限制喝1小杯，喝太多可能会睡不着，喝1小杯哦。好，然后如果想要喝完觉得很好喝，想要再喝的呢，就是用买的来支持他们。好，
好，那再来就是三峡教会有一个建堂义卖，在下主日7月27号礼拜天的三峡教会会前来本会，然后义卖。那义卖的商品呢，会公告在49号的1楼，如果有需要的兄姐可以自行参考，到本主日截止。好，那下礼拜天会召开第421次的长职会，所以请各位长职出席。那如果因为有那个参加短宣队不可出席的，请务必要请假。那如果然后7月23号礼拜3以前，请提出报告。那再来是桌游教学，这礼拜天1点，然后在49号1楼。然后如果有对这个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参加。那比赛的办法呢，详见周报第2页。好，又有社区讲座了，7月23号礼拜3的早上10点半到12点，一样是线上的。那这次的主题是人际关系中的情绪与界限，听起来很重要哦，好像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个议题哈。那讲师是沈美华老师，然后大家如果有空可以线上参加。那医疗咨询也是这礼拜天的10点半到11点半，在教会1楼，欢迎弟兄姐妹参加。那8月24号是校庆主日，在10点半，然后701礼拜堂举办，那邀请家中的有长辈跟孩子们都可以一起参加，然后在49号1楼的公布栏要记得报名哦，因为有报名才会有餐盒哦。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明天短宣队要出发了，然后今天短宣队的同工很辛苦，他们从早上10点就待在教会训练，然后几乎一整天，然后服侍到现在。那他们明天差遣的时间是第一场台语礼拜，然后10点会差遣，然后11点半呢，他们就要整理就要出发了。那也欢迎就是没有参加短宣队的同工可以一起来祝福他们。那也请弟兄姐妹为此代祷。要不要请他们现在有参加短宣队的先站起来？好，短宣队的同工先起立。好像有些人不见了。好，这里有1、2、3、4、5、6、7，好，加油！好，谢谢大家的辛苦。好，那再来就是迦南60周年的纪念特辑，邀请弟兄姐妹一起共襄盛举。怎么共襄盛举呢？就是提供你们的全家福照片，让这个特辑里面会有满满的充满你的回忆，还有神的祝福。那请尽量提供数位照片，或是以纸本翻拍为主，然后交给小组长或是张玉主任。再来是明天也会同时在下午举办台语圣经朗读比赛，是儿童牧区主办的。那在下午1点，然后401教室举行，请参赛选手准时报到，也请会友可以一起来参观。好，那下周6的周6礼拜呢，青年礼拜暂停，因为适逢短宣，所以有很多的同工，大部分有10几20个人不在。好，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下去探班。如果太远的话，就是为大家祷告这样子。好，那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清二区 YZ 小组的于安还有玉婷，在7月17号礼拜4产下一名女婴，叫做黄以宁，很可爱的名字哦。那大家记得去恭喜祝福他们，也为这个新生儿继续祷告。迦南教会60周年主题曲创作发表会，请帮我先把那个音乐关掉。每一首歌曲的创作片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故事。这3首属于迦南教会的歌曲，又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创作者们的分享吧。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最挑战的其实是想要把60年的感动浓缩在这几分钟里。有一段时间卡在了副歌，怎么写都觉得不够有60年的历史的那种力量。后来我重新回想这些年从小到大在教会的经历，很多画面一幕幕涌上来，那这些回忆都让我找到情感的出口，也让旋律自然的流出来。要逃避，跟随主引领走神的道路。有一天，君毅告
诉我他无法完成文成长老交给他的创作，我为此事焦虑一晚，生怕阿北的创作被埋没了。隔天一早，拿出歌词，念着念着，心中就有了节奏，接着旋律就出现了。我不会作曲，对作曲也毫无概念，但圣灵感动就如全员演出般，自然毫不费力的就完成了《迦南向前行》这首歌，将这首歌献给迦南教会，荣耀归给神。君毅的拖篮发出充分的成长。当咱伫副歌唱到迦南的时阵，其实我伫遮放到一个音乐隐藏彩蛋。相信兄弟姊妹应该拢会晓唱《生日快乐》这首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用生日快乐歌的拉嗦、瑞哆来安排歌词。当咱咧唱迦南的时阵，其实咱嘛咧祝福迦南教会生日快乐。希望兄弟姊妹介意这首诗歌，也愿上帝带领迦南教会日后的每一步，拢有伊的引带。好，大家掌声鼓励。这3首歌都是很好听，然后而且才发现哦，原来迦南有很多那个音乐才子。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故事。那我们就期待这3首属于迦南教会的歌曲又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呢？我们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小组时间 ，YZ 一样在吧台旁边的空地，然后嘉青小组在舞台左侧，好，我们彼此请安，然后我们一起。